3.0今天正式上路，民众从今天开始呢，在实体健保特别药局就可以买到双周口罩的量了。那成人的部分呢是维持9片，儿童口罩的部分呢，每人可以拿到10片。也在今天呢，药局还没有开业前，其实就有蛮多的民众已经到药局前排队了，甚至还有一些民众呢，他透露他是在药局开业前1到2个小时，其实就已经来到现场等候。现场可以看到还蛮多排队的人龙。我们来问一下民众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可以问一下今天大概几点就过来了吗？6点半左右。为什么今天特别早过来？我们一直都这样。我都是礼拜4、礼拜5来，因为以前一个双号一个单号嘛。那可以讲一下说，像现在双周发9片，你觉得这样的量够吗？差不多了。那10片更好算。那觉得这样双周9片有比较方便吗？可以方便，可是10片是最好啊。礼拜1到礼拜5刚好一天1片啊。所以还是觉得量稍微有点不足。对。那希望就是怎么样，赶快跟进来增加发到10片吗？可以是最好啊。不然9片也不错啦。过去要每周来排队，现在这样子是隔2周一次了，隔2周一次，就比较方便。我要甲你叫真侪人啦，我简单叫叫伊来，我会更加简单。要来大人，超大人啊！几点？可以。来这边下一位，儿童的小孩号，一个儿童3号的，对，3号的活动，甚至现场呢，一早就有饮料业者也到药局门口守候，他们准备了打气饮料，要给现场辛苦的药师们来加油打气。预计也将连续发放4天，发放500杯的饮料给药师们加油打气，也顺便传达民众对药师们的感谢之意。甚至现场也可以看到，那饮料杯上面都有一些民众亲自手写的手写卡，来表达对这段时间药师非常辛苦发送口罩的感谢之意。因为对社区药局我们来讲哈，这个是发口罩，这个其实是那个亏钱的生意，但是我们还是这个欢喜做，甘心做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厂商，也是非常窝心的哈，大家都共同努力共同度过难关，谢谢。